来看台南天狗日的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哦，有病院的急诊病人是吵。卫生就呼吁讲，应该成立天狗日的特别门诊。目前哦，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哦，已经伫台南的指挥防疫。罗一军嘛表示讲，这礼拜新增加的病例数应该会比顶礼拜减到15%。已经伫这礼拜下登河，进前哦喷药啊、防治，互民众是真怨叹，这个政策买来调整。天狗日防治人员唔但对水沟发防治，刷落来佫伫逼民众厝内面来喷药啊。过去几个月，台南天狗日疫情严重，住伫地区的民众几乎拢面对几若厝的发防治，嘛引发民怨。不过近期政策做出调整，只要去用喷过2次以上，厝内面无住成员，就发放台糖针，互住户家己自行防治。安尼嘛是会善啊，嘛是无发现啥物物件，嘛是会当家己使用。明仔载要喷药哦，今仔电话上少200通。要来看不咧？大家拢会来爱啊！哎呀，啊，但是遐个安慰安尼你放互你面嘛危险，因为这种药啊，听讲毒性那真强。啊，阮放互林长去运作，啊，应该最近网啊有较减少啦。除了政策做出调整，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进驻台南指挥防疫，随着专区总动员，疫情反转嘛出现机会。那台南市的疫情其实这个礼拜应该确定是会反转的哈。我们看起来过去4天的这个病例数是比上周的同期下降15%，这个降幅已经有越来越扩大的一个趋势哈。虽然疫情可能持续下降，但是病院的急诊小降人真多，嘛有医生是徛出来呼吁，成立天狗日特别门诊。新冠疫情到现在，那其实都一直在持续在满床的这个状况了。登革热来了以后，更加重我们的处理的状况。目前来讲，我们的这个急诊量比过往还要再增加了大概1.5%左右。那只是说，如果说真的因为这个病人涌入导致就是说急诊有负荷不堪的时候，市府这边一定就会启动这个急门诊的这个分流措施，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。天狗日疫情出现反转的机会，罗一军嘛亲自到各区视察提供防疫建议，尤其是巡查中央宽管的单位。不过嘛呼吁民众都要持续配合政府的防疫，立病反转。记者王正云台报道。